爱讲客家话嘅人吼越来越少诶。古所讲啊，伫民国97年嘅时间呢，客家委员会就开始推动诶汉语认证嘅考试，鼓励大家来学习客家话，本爱着嘅母语唔爱失传。呢下嘅汉语认证考试非常嘅方便哦，从网络上就做得直接来报名诶。等下我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按样办报名我哋嘅汉语认证考试。我哋嘅汉语认证考试，呢下係講係19歲以下嘅話，係完全唔使錢嘅哦。嘅係講係20歲也係20歲以上嘅話，報名咪只要250元天天。報名之後呢，你就會收到漢語認證小組寄來嘅教材，還有 USB 電子嘅音檔。真件係當方便，會提供當好嘅教材俾大家哦。大家咪做注意到，我哋嘅客委會呢，喺當年嘅年頭都會公告今年有哪度嘅考試嘅日程。大家都得看到全台灣各地全部都有辦漢語認證嘅考試，有當多批，大家都做掃描來看一下，真件係非常嘅方便。大陣嘅全部都有考試，大家都得多多來把握。嘅講睇漢語認證之後呢，我就來帶大家來看一下按樣辦啲網絡上報名。好，今日就來看一下按樣嘅啲網絡上報名嘅嘅漢語認證嘅考試。我哋做得強用從下課網絡學院呢個網站來呢邊有漢語認證嘅呢個地方，哦，盡量認證報名。呢邊就有兩本哦，你係要初級嘅，也係中高級嘅，也係高級嘅，我哋來聽中級嘅好嘅。嘅就會帶唔到我哋漢語認證考試嘅網站，呢邊唔看到最面檔，呢邊有寫開始報名，呢邊我哋就點落去。好，唔過報名呢，我記得要先註冊登錄之後，才做得做報名哦。呢邊唔做得先即講係要考今年度嘅中級考試嘅話，我哋就點落來。好，呢邊看得到就係要先註冊做登錄，才做來做報名。嘅歡迎大家做得多多來報名漢語認證嘅考試，本多一種語言，多一種能力咯。地道嘅按站到按有用嘅考試資訊，大家有機會就做得去挑戰看看哦。多一種證照，咁講咩係當站到哦。像我拿到證照嘅時節啦，我就老係掛到我屋企嘅壁檔，真件係清風神呢。接過來，我同大家分享嘅係客家嘅媒體資源。唔止大家啲有客家電視台，還有我哋直接聽到嘅廣播電台，地背咪係有當多當優質嘅客家節目哦。呢下就同大家來分享，我哋就開始啦。